好，谢谢。哇，刚才真的是太震撼了！我在上面这边看到下面全部都是灯光，哇，觉得真的非常感动。所以大家猜到为什么是校长了吗？为什么我们叫卢校长？为什么？我再给大家一个提示啊，他在多伦多有哑铃之称，所以香港有谭咏麟谭校长，多伦多就有卢永坚校长，对不對？我們再度歡迎盧校長，謝謝，真係好感動，好感恩，多謝你哋嘅支持。好啦，小弟咧呢個時候時間冇多，送多3首歌咧，同大家係回味一下，因為小弟嘅節目都係懷舊嘅。嗱，大家留意畫面，其實咧喺50、60年代好多國語、粵語嘅明星咧，佢哋嘅電影啊都經常陪住我哋長大，尤其是咧呢輪好多時候我哋食飯嘅時候咧，都打開 YouTube 去睇粵語長片。咁當然咧國語嘅明星大家都會記得嘅。有一首歌叫做《明星之歌》，係鄭君綿先生演唱嘅。咁鄭君綿咧係小弟啊，當年啊我賣唱片嘅時候咧，我老闆嘅旗下歌手嚟嘅，我幫佢灌錄唱片嘅。咁佢呢首《明星之歌》好特別，裡面有總共如果我冇計錯咧，有76位明星嘅名字串埋一首歌，好得意嘅，係一首廣東小曲改編，裏面有3首廣東小曲改編，送俾大家呢首叫做《明星之歌》。呢首《明星之歌》，小弟亦都當年唱咗之後咧，擺上我嘅 YouTube 頻道，好榮幸得到大家嘅支持咧，點擊率竟然間咧而家已經去到29萬，好快到30萬。咁其實咧，我擺我啲歌上嘅時候咧，好多都係幾千啊、100幾十，甚至乎最犀利嘅歲月流星主題曲咧，20年啦，差唔多都係1萬到。竟然間明星之歌可以去到29萬，就嚟向逼30萬嘅大關，送俾大家明星之歌 music，thank you。鄭君綿，林啊鳳簫芳芳紫羅蓮，鈴啊波衣秋水理念。你情你我謝賢，女啊奇妙智慧，像光超降雪同白燕。哇舊香豔，哇白雪仙啊飲2000年，胡風薛家燕，嘉玲丁瑩陳厚曾江道雲林豔，審殿下杜平啊落低淚歡樹，的那燈啊機塵任煙，歐家為高佬處，呢關得啊興寶珠樂華杜鵑。麥基莫愁歐陽劍，金學江毅新馬軍麗，關山靚似白鄭佩佩周旋。嗱桃三姑流黑雪，白欣滿錦和石燕，多屬馬師鎮金飛李坤，樂宮李香琴，方盈張英，汪玲林家聲，周聰寶寶深深張清，馬少英于善，姜大衛張燕，李海川，嗱薛興覺先。到碟林代，大家懷念呢啲相，我哋也曾紅牙見面。係咪好慚愧咧？好多懷念啊，好多國粵語嘅明星，小弟填嘅詞咧，明星之歌第一，1年之後。我就即刻寫咗首《明星之歌之二》，
向自己挑戰。呢首明星之歌之二呢，我填嘅詞呢，亦都係將所有好多明星國語語明星填落一首歌裏面，總共有85個名字。但係呢，同第一首明星之歌係完全唔同，兼且呢，我限制呢，每一位明星佢嘅出生年齡都係1949年，所以有好多明星嘅名我用唔到。不過呢首明星之歌之二呢，亦都得到大家嘅歡迎，直追明星之歌第一。而家嘅點擊率呢，點擊率已經去到27萬，希望有機會追過明星之歌第一。小弟填詞嘅明星之歌之二，即刻呢個時候送俾大家。Music，thank you。珠江夏月，離情消減。秦屏白映，上官玉如明又吻，芳艷分定紅鬢。鄭碧影如麗珍，上官靈鳳魏東掛。李紅認為周吉井里黃夏蕙，哇夏蕙姨好靚啊！羅劍郎鄭少秋，謝了許應壽。高遠疆中平，王偉將生於數秋並鴉門，羅列芳心，丁於羅蘭，黃於喬宏，狄龍秦蘭，丁配麗文，葉風秦長林，明亞夢可畏李顏，李香君。丁英已達美人，司馬華龍梁素琴，半日安容玉意，如計殷振。係咪熟口熟面呢？好多國粵語嘅明星，小弟嘅傑作嚟嘅。葉萍將英才與沙莉，關海山將兒何莉莉，何平揚帆烏煙離，夏夢喬裝丁亮雪妮，像衝像醒飛，亮下天細瓜拋顧眉，李鵬飛。蘇鳳歐陽沙飛，演藝難忘傳奇，唉，盡教人念記心悲。多謝明星之歌，再會。好，送埋最後一首歌。既然間咁多明星，其實都有啲歌星㗎嘛，所以咧有啲 fans 話：喂，不如你作首歌星之歌好唔好？於是乎咧，小弟又大膽二次創作，寫咗首叫做《歌星之歌》。今次咧有好多歌星啦，事不宜遲，即刻送上呢首叫做又係小弟填詞嘅叫做《歌星之歌》music。印尼啊，溫那利克勤，別安泰迪羅賓，張偉文羅文，黃海芹，呂山章與鄭秀文，黎瑞恩，鍾嘉欣，陸家敏如曾，關正傑阿 Lam，趙曉君。
住面默結盟。吹紅牙青山彩風華，順子櫻花。張國榮阿倫拉薩，秀歌草蜢 Mila。娃娃四朵金花，麗莎與肥馬。去呢美靜睇 Hero Queen 啊！五絲可愛阿麗娜，嗱姜浦啊威里雲芳玲，鄭伊健那英。去得冠傑雲光鄭嘉穎，深深張藝葉艾玲，強任周心關谷葉風許冠英，我輕看那命令落天命，歌曲中我獲貼應，拋開苦惱盡訴情。要分高唱乜叫興？多謝多謝 ，thank you！ 哇，太精彩了 ！thank you！ 这3首歌全部都是卢永坚校长他自己填词填曲的，大家听得有没有很过瘾？有过瘾吗？有过瘾，不够过瘾，对不对？不够过瘾，我们要干嘛？继续听吗？要不要？大声一点嘛，里面听不到，大声一点，大声一點 ，Let's go！ 哎，盧校長來吧。多謝多謝多謝，小弟咧最後送上一首英文嘅歌曲，今晚好少唱英文歌曲，所以咧想落台同一啲粉絲我哋短距離接觸好唔好啊？真係好。嚟噶啦喎！嗱，有唱英文歌咧，我最中意咧就係呢位歌手。最早期咧，我係聽英文歐沙良曲就聽佢噶啦。佢咧就係英國嘅貓王，叫做 Cliff Richard， 有金童子之稱。佢今年已經係84歲噶啦。佢同我同一日生日嘅，10月14號。佢大我9年。我好希望咧，到佢嘅年紀嘅時候，我仍然都可以台上同大家唱歌。佢有首名曲叫 The Young Ones， 我希望在座各位都係 The Young Ones， 好冇 ？Music， thank you。The young ones, darling, were the young ones.And the young ones shouldn't be afraid to live love while the flame is strong, 'cause we may not be very young ones very long. Tomorrow, why don't you till tomorrow? 'Cause tomorrow sometimes never comes. So love me. There's a song to be sung, and the best time is to sing it while we're young. Once in every lifetime, it comes a love like this. Oh, I need you and you need me. Oh, my darling, can't you see? Young dreams should be dreams together. And a young heart
wouldn't be afraid. And someday, when the years have gone, darling, then we'll teach the young ones how to follow.多謝。Once in a lifetime comes love like this. Oh, I need you and you need me. Oh, my darling, can you see and dream? Should we dream together? And the young heart soon will play. And someday, when the years have gone, darling, then we'll teach the young ones how to follow. 個個都係音分好唔好？哇！個個都咁開心啊！啊，今晚好難忘啊！所以最後首歌 Don't Forget to Remember， 好唔好 ？Bee Gees 嘅，大家記住好唔好 ？Don't Forget to Remember。Won't believe that you left me. I keep telling myself that is true. I can get over anything you want, my love, but I can't get myself over you. Don't forget to remember me and the love that used to be. I still remember you. I love you. In my heart, I can never to tell stars above. Don't forget to remember me, my love. On my wall lies a photograph of you, girl. Though I try to forget you somehow, you're my mirror on my soul. So take me out my own. Let me try to go on living right now. Don't forget to remember me and the love that used to be. I still remember you. I love you. In my heart lies a memory to tell the stars above. Don't forget to remember me, my love.
多謝大家，謝謝，祝各位今日有個甜蜜嘅美夢，並祝你哋明日一切好運，後會有期，拜拜。謝謝陸永健校長，謝謝。哇，他從多倫多特別飛到溫哥華來獻唱啊。OK， 我們今天到了下一個環節。那我們在抽最大獎之前呢，我們可以把那個抽獎箱拿上來呢。然後剛才有2個獎啊，沒有人上來領取，所以是6號獎跟8號獎。我們先把這個號碼再讀一次：9328376。9328376 932-A376。咁頭先呢，抽到呢個 number 呢，就冇人上嚟攞嘅。咁我依家呢讀多一次呢個 number， 希望呢在場呢你聽到呢個 number 呢就即刻去嗰邊義工度攞。9328376 9328376係白色嘅飛。有冇？如果冇呢？哦，有，好，來吧，多謝，你快啲去嗰度領獎喎。來，係啊。接下來這是6號的啊，8號的獎9328105 932-A105。8號嘅獎932811105 932811105又係白色嘅飛，有冇？冇，我哋最抽噶啦。有嗎？有沒有？有。哦，有，非常之好。那現在我們請抽獎的嘉賓上來。我們接下來我們要請 Tony Ma。對，我們的籌委會主席 Tony Ma 上來。怎麼樣？啊，不是啊。唔係，咁唔緊要，揾 Tony Ma 最抽。等下，不用抽，不用，有嗎？有沒有？沒啊。沒有，我要，因為其實我剛才有抽最後一張，有嗎？有沒有 ？OK。唔係，9328105有沒有？9328105。哦。9328105。有沒有？9328105有冇？9328105有冇？有冇呀？有嗎？那一位是不是有？剛才有舉手，有沒有？冇，我哋最抽㗎啦。9328105 ，OK， 那邊。有，嗰度9328105。那我這個放進去吧。冇錯，唔該。有。我哋啊。OK， 對了，好，太好了。好，接下來我們要抽出王子海鮮酒家300元現金代用券。我們請 Tony Ma 幫我們抽一張。一張，麻煩 Tony 抽一個幸運者，睇下係咪你哋喎？你哋將買咗 Raffle 嘅呢，麻煩你呢就對清對楚啦。就好似巧兒咁，哇！成場嗱，大家對清楚啊，冇最污。紅色的815，紅色飛 Red Ticket 4424 8154424 Red Ticket 815。恭喜！哦，有，多謝。哇！多謝20號台。我發現那個好心有好報，真的啊！頒獎來，對不起。恭喜 ！OK， 依家咧就抽1000元 TNT Supermarket 1000蚊。好，接下來是大統華超市1000元。冇咁快，不要咁快，不要這麼快。嗱，大家咧攞起你自己嘅呢個 ticket 啦吓，因為大統華1000蚊，即係話咧相等於1000蚊嘅現金獎。大家都有去大統華買飛嘅買餸嘅係咪 ？OK，let's 唔該 Tony， 睇下馬太有冇中先，慳翻啲家用。哎呀，不錯，慳翻啲家用捐俾自行基金會。個 number 係9328287。9328287。來，看看對不對啊？哎，
沒錯，恭喜！1000蚊啊，真係成年都唔使錢去大東華買餸，你話好了，係幾好？恭喜恭喜啦！ OK， 好，那我們今晚最後一個環節呢，我們要請我們的籌款，我們要請我們的這個嘉賓呢一起上來呢，我們要公布我們今晚籌款的總額。我們可不可以請我們的嘉賓上來？我們的義工們 ，OK， 我們的 sponsor 嘉賓請上台，然後麻煩我哋嘅Diamond 幸 Sponsor VBCE 嘅馬太。幸運海鮮酒家嘅協辦方湯媽、杜松老師來上來吧。杜老師，我哋自行基金會嘅董事 Norris 阿 Ben， 另外一個 Diamond Sponsor 係 Vancouver Venture 嘅阿 May， 跟住係Gold Sponsor Botville。或者麻煩Tina Tan 做代表好冇？我們的 sponsor 們可以上台哦。跟住 Pat Georgia、Brandon。好了，我們的這個 check 正在等呢，快點。麻煩。我剛才偷看了一下，數目還蠻大的，還不錯。嗱，我哋上台先。1、2。OK， 好了。3、4。交俾你哋。中間，好 ，OK， 我們要看今天我們籌到多少了。OK， 3、2、1，轉過來。25萬加元，哇！謝謝大家今天非常熱烈、非常熱烈的捐款，感謝大家。世行基金會在溫哥華的團隊今年是18年，我非常感恩，而且宿宴也是連續18年在這邊舉行宿宴，希望明年3月14號在金運海鮮酒家等待大家。是的，我們會把所有的善款都用到孩子的生活上，努力的改善他們的未來。我們也希望你們呢能來看我們的智行基金會的消息，然後也能分享我們的消息給更多人知道，讓他們繼續支持智行基金會。送到每一代，願下了一場雨，讓愛像青苔，在心間覆蓋。小卒變大將，為孤從生命裏喝彩，惡夢棄大海，捐出一點愛，綻放異彩，雪裏送炭的關愛，活在我體內。孕育了英才，永念記你慷慨。新火點起愛，照暖千載。去接棒獻出這仁愛，送到每一代。願下了一場雨，讓愛像青苔，在心間覆蓋。